喺2023年，心臟病係本港第3位致命疾病，而當中以冠心病佔最多。目前雖然未有根治冠心病嘅方法，但隨住醫學嘅進步，近年無論喺診斷或者治療方面，都多咗好多新發展。每一個冠心病患者都可因應佢哋嘅自己嘅病情、身體狀況同埋個人選擇，得到更精準、更細緻嘅醫療安排，從而有助提升治療效果，改善佢哋嘅生活質素。今次邀請咗心臟科專科梁國輝醫生拆解冠心病嘅診斷同治療嘅新趨勢。要預防冠心病咧，定期嘅風險評估同埋檢查係至關重要嘅。喺診斷上要有個人化嘅治理，先至能夠達到真正嘅目標。所謂目標為本嘅預防同埋治療，即係話喺合適嘅時機，對合適嘅人採取合適嘅治療，並且以數碼化或者人工智能嘅幫助，有針對性嘅為合適嘅對象提供治療。喺2024年歐洲心臟學會嘅年會裏邊咧，都提出咗一啲新嘅評估方法嘅。醫生會參考高敏感度嘅發炎指數啦、心血管嘅鈣化情況啦、頸動脈嘅超聲波資料咧，嚟作出評估，為病人作出一個冠心病風險評估嘅分數作指標嘅。基於上述嘅風險評估嘅結果咧，針對於屬於較低風險嘅人士咧，目前最常用嘅方法咧就係心臟電腦掃描啦。而對於更加高風險嘅人士，我哋就會用心臟造影壓力測試。當然有時兩種嘅方法都要夾埋一齊用先至有效嘅。至於掃描嘅新突破咧，除咗平時嘅血管阻塞嘅評估之外咧，掃描可以同時間都可以做埋心臟嘅功能評估、壓力嘅測試。透過掃描可以做到一個整合嘅評估，節省咗病人嘅時間。對於高風險嘅患者咧，同以前都一樣噶啦。我哋有時會同病人講，直接啲做心導管嘅檢查啦。如果需要嘅時候，順便一次過都會做埋治療嘅。香港過往一直都着重用運動心電圖嚟作為一個檢查嘅。但係咧，佢嘅準確度咧只有70%左右，而家都逐步被取締㗎啦，甚至乎被視為一個臨床嘅輔助檢查。反而運動心臟造影咧嘅準確度可以達到8至9成，心血管掃描更可以高達9成。當然，黃金標準仍然都係心導管檢查。至於冠心病嘅手術治療前嘅評估咧，其實都有一啲新嘅突破啦。以前咧，大多數咧，我哋都會從一個心血管嗰個結構問題去着手，即係睇下心血管有冇阻塞啊，阻塞嘅位置係喺邊度啊，同埋對病人造成幾大嘅影響，嚟作出一個治療嘅方案嘅。喺2024年 ESC 呢個會議裏邊咧，就提出咗以動態評估嚟到做考量，目的就係希望更加全面同埋實時去評估心血管疾病嘅動態變化，透過一系列嘅檢查。例如運動應激嘅心臟超聲波啦，或者正電子嘅心臟掃描，去評估唔同情況嘅生理狀態。例如運動或者壓力之下，心血管病變有啲咩變化，同埋對心血管功能上邊嘅有乜嘢影響？呢種方法可以幫助醫生作出更加準確嘅評估啦。的確有啲個案咧，未必可以明顯睇到心血管嘅阻塞嘅情況嘅，有啲其實係一啲微絲血管嘅病變啦。或者心血管抽筋嘅情況咧，呢啲嘅情況嚴重，其實都可以導致死亡㗎。心臟血管抽筋咧，好多時都係女性發生嘅多，通常都係喺冬季或者半夜嘅時候發作嘅。而症狀咧就好似平時一啲冠心病嘅症狀一樣，病人可能喺半夜嘅時候突然間心口翳痛啦，令到佢扎醒嘅。除咗臨床嘅診斷之外咧，我哋有時會要求患者咧去做一啲壓力嘅測試啦。如果想要更加精準咧，我哋就會安排病人去做心導管嘅檢查。喺心導管檢查過程裏邊咧，我哋會透過一啲所謂功能性嘅壓力測試咧，去觀察病者嘅血管嘅收縮同埋放鬆嘅情況，嚟到作出一個客觀嘅評估。而呢一個心導管檢查大約1個鐘頭就可以完成㗎啦。治療都係要個人化啦。我哋針對患者嘅狀況咧，安排合適嘅治療係至關重要嘅。咁心血管嘅治療咧，其中一個重要嘅治療方案咧，都係要降低膽固醇啦。首選嘅藥物治療都係他汀，令到一啲壞膽固醇能夠降低啦。但係有陣時用他汀類嘅藥物咧，就算用到高劑量都未必能夠達到治療嘅目標。有一啲病人咧用高劑量嘅他汀類咧，亦都會有時會出現一啲不良嘅反應。喺2024年嘅 ESC 呢個會議裏邊咧，就提出咗一個具針對性、精簡嘅藥物治療方案。所謂混合藥物治療，的
即係一粒藥丸裏邊會結合2種降壞膽固醇嘅藥物。組合藥裏邊咧，除咗可以有效抑制肝臟製造膽固醇嘅能力之外咧，亦都可以有效抑制腸道從食物之中攝取膽固醇嘅。嗱，病人食少咗藥，對提高服藥嘅依從性當然有一定嘅幫助啦。嗱，喺日常生活方面咧，其實大家都不妨可以善用電子產品啦。好似喺今次 ESC 呢個大會裏邊就提出咗科技產品作為一個護理輔助嘅可行性，例如多啲用手機嘅 Apps 啊、智能手錶啊，都可以幫助一啲健康嘅提示，仲可以用嚟記錄血壓啦、心跳呢啲嘅功能。嗱，多咗呢啲數據，自然可以便利病人同埋醫護嘅溝通，從而幫助患者去改善佢個治療嘅依從性咯。所謂個人化咧，就係喺一個合適嘅時機，為合適嘅人採取一個合適嘅治療，再喺一個數碼化或者人工智能嘅幫助之下咧，為患者提供一個個人化、針對性嘅治療，從而提升一個精準度，為患者提供一個更加好嘅健康管理。